哎呀，慕容同学啊，鱼不是这么烤的，会焦的。烤鱼火候很重要，来，老师给你示范示范。梁老师，你要吃你就直接说嘛。我是想检验一下你的手艺如何。你慢点吃啊，等噎着你啊。完了，噎着了。来，喝口水。怎么样？有好点啊？卡住了呀！爸爸。啊？爸。啊，没什么，我去上厕所。怕什么？来，同学们，大家都不要搞小集体了，来，一起把东西拿过来聚一聚嘛！来。啊，虎哥，咱这特制的汤差不多好了，你端一碗过来。啊，这样4样，你先把这个汤端过来，再换个东西。那好吧。今天老师真的是很开心啊，和大家一块儿分享美食，享受生活，真是太好了。廖老师，我们刚做了一锅汤，然后那个给你盛了一碗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没事，我再盛一碗。胡操，给我滚远一点，要不然我也给你盛一碗呀。我给老师盛一碗，这个不错啊。对呀，慕容同学，胡策做错了什么事吗？啊，好吧，胡策，你在盛汤之前呢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妈，你这什么情况啊四儿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刚才跟叶雨虎在那鬼鬼祟祟的商量什么呢？给廖老师下泻药是吧？老师告诉你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可不想跟他一起拉肚子。哎，慕容同学，胡策呢？他回叶雨虎那吃东西去了。啊，是吧？来，刚好，一起喝一杯。今天夜色这么好，不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啊，讲个什么故事呢？不如给大家讲个鬼故事。好。鬼故事啊，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听着就行了。啊，这是一个10几年前的故事，那个时候还小。距离这里有10几公里的地方，有个叫做春山镇的地方，有一个学校，那里有一个女生寝室，住着大概有7个女生，一直都相安无事。突然有一阵呢，睡在下铺的女生开始失眠了。这个女生的名字叫做陆平。那一夜出奇的安静，静得让陆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。他辗转反侧，怎么都睡不着，于是开始想自己的学习，想自己的家人，还有包括他自己的男朋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都出现，每天都出现。那这样呢，整个寝室的女孩子就睡不好觉，成绩也就自然下滑了。这件事情就惊动了班主任。后来呢，学校就知道了。学校认为陆平的成绩下滑是因为他找出这样的理由，编了一个故事。学校就派他的班主任找了几个男生呢，去守在陆平的寝室门口。当天晚上2、3点左右，果然，陆平又再次惨叫起来。
警察就派来了人打捞，果然发现了一组烂尸。原来，这个学校之前失踪了一个男生，就是掉在了湖里淹死。也就这种程度啊，是很可怕吗？是吧？那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男孩子淹死在哪里？哪？这里啊。